就是去蓝屿的时候很紧张，然后在那边的感想就是只有一间加油站跟一间 Seven， 然后都是不认识的人。很好，很开心啊！就是我第3次坐船。我不陪你哦。还好，因为之前坐过，所以就觉得还好。那你之前是去哪里？坐去小琉球。我不会睡觉了。会不会怕晕船？之前去小琉球不会晕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应该。我有吃晕，那还好，没有谁。会不会怕晕船？不会，因为我不会晕船。那现在的心情是很紧张又很兴奋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们来自屏东雾台。那我们这个活动我们把它称作山海恋，因为我们在屏东的雾台乡，知道雾台乡是什么族吗？鲁凯族。那我们兰屿是达悟族。那我们在山上，我们在海边。那知道我们雾台的象征的一个，像你们是飞鱼，知道我们雾台的象征的是什么东西吗？云豹。对，所以我们当云豹碰到飞鱼，看看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那么我们远道而来，所以衣服也对，我们有设计了云。我问他说怎么知道？他衣服有。对，你们太强了。对，然后很感谢我们连校长热情的招呼我们。等一下我们小朋友会有勇士舞的表演。我知道好像我们达悟族好像也有勇士舞大家可以切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或者是不同之处？大家来一场文化交流，让我们的小孩子走出雾台乡，到我们兰屿来看一看。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来，甚至我们的老师很多也都第一次来兰屿，所以大家都抱持着一个非常兴奋、开心学习的心，来到兰屿。第一站
学校的交流，我们就来到兰屿国高中。谢谢我们连校长哦，周会长。那我们就表演完，我们也准备了我们的纪念品哦，要送给学校的哈。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做的手做的绘本，我们有小朋友自己做的绘本，都用自己家乡在地的故事。每一年出一本我们的绘本，这个绘本我们也要赠给学校啊。同时我们也带了雾台的特产咖啡啊，是我们在地的特产哦，我们也会赠给连校长。那我们是不是先安排表演？小朋友加油，让人家看一看我们卢凯族的勇士舞哈。
欢迎我们雾台国小今天来到我们学校做交流。好，那永恒自远方来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两个学校今天可以来做一个山海恋，你们代表云豹对不对？我们代表飞鱼。那云豹跟飞鱼本来是不会相遇的，一个在大树上，一个是大海里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场美丽的相遇。那我们学校会准备3个节目，一首歌叫做工作歌，就是我们的妇女在水育田里面工作，在吟唱的歌曲。也有可能是男生如果没有娶到老婆的时候，他自己要去耕作他的水育田，一起那时候研发的、开发出来的一首歌。那第2首歌是杨骂的大船，是我们学校曾经在全国舞蹈比赛里面表演得奖的作品。他在讲说，杨骂是爸爸他建造了一艘达悟族的拼板舟，可是因为他没有儿子去帮他把船开到大海里面去的一首歌的意境，有点悲伤，所以那个歌声听起来会特别的优美。第3首歌是那个海的眼泪，如果你们有看过蓝宇的一部电影叫做《只有大海知道》，它的主题曲，等一下我们的6年级小朋友会跟你们一起来分享。然后第2首呢叫做《亚妈的大船》，那亚妈的大船是在讲一个爸爸跟一个阿公跟一个大船的故事。那他们会有一个10人的大船，就是可能你们平常在滩头看到的是，那艘，对，后面那一艘。然后呢，这个故事是在讲说这个爸爸他建了一艘大船，但是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些状况，所以在遭渔期或飞鱼季的时候，这艘船它没有办法出航，所以这个阿公的女儿，她就看着她爸爸的背影，她就觉得很多遗憾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学校的严老师就为了这个故事写了这首歌，叫做《杨骂的大船》。那这首歌有拿去比赛，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搜寻一下 YouTube， 因为今天没有完整的小飞就是今年的毕业班，那就是如果有完整的，因为它有搭配戏剧，你们可以搜寻一下小飞鱼文化展演队这样子。
开心，新台国小的人台蓝雨们，他们的歌声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竟然跟我们差了，一个比较雄壮，另外一个比较柔情。我今天看到你们在台上表演，你们的有速跟我的有速差很多，所以想加入舞台了吗？合音的时候，然后就人跟声音都很美，这么快？我觉得兰屿这个地方人情味很浓，海洋吗？对，然后声音跟海洋一样很柔和。校园都充满了有达悟族的土壤跟味道，跟我们学校。
男生会去抓飞鱼，然后回来我们女生会去抓螃蟹，煮成螃蟹肉，把螃蟹肉挑出来给男人吃，慰劳他们。然后我们会先休息。